文人墨客，才子佳人，深婉清丽，悠然纯美，这就是越剧的真实写照。追鱼、打金枝、山河恋、秦探、红楼梦、玉簪记，这几出越剧一定会给您带来美的享受。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文化中华行系列演出越剧折子戏专场。越剧《追鱼》是一部越剧史上的经典之作，因为它深受观众的喜爱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被搬上银幕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就是优秀的越剧演员钱惠丽、王志平主演的《追鱼》选场书馆。越剧《追鱼》选场书馆。书生张真和丞相之女牡丹幼年订婚，后张真因父母相继去世，只得投亲相府。丞相冷眼相待，命张真暂居后花园碧波潭畔草庐中读书，伺机退婚。身居碧波潭的李鱼精见张真淳朴敦厚，就变作牡丹小姐去书房与她相会。钱惠丽饰演张真，王志平饰演李鱼。
想我张真，爹娘在世之时，与朕想金聪之女牡丹小姐是有订婚，不因亲王家败，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。不料如今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呀！休命我在别部谈论草堂公诉，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。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是何？唉，好不烦门生意。说什么姻缘本是先生领，有谁知诚心只一场。他金府三代火烧他一绪，我张真啊何时得中长远郎？又听得一声声鲤鱼呀我这里是梦所望，我把里面成龙，我单身你可成双。情愫难通，空茶香，满腹愁肠。唉，理由无知，我是逃出生啊！我还是读书去吧。
在门外睡着了。你是谁家要娘娘，因我愿夜到书房。他问我是到书房，只叫我受人爸爸口难张。
底是谁呀？他为何称你我女呀？你到底是谁呀？莫非是花妖之精夜迷神，变成了美女害我读书郎？来到书房，小生未曾原因是有才呀，有才啊！哎呀，不管了，是不管。小姐，小生书房进来，我们何不在月下说话？小姐，请坐。哎呀，你也请坐啊！哦，我与啊。小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好一位美貌的小姐呀！好一位英俊的秀才，小姐，长啦。我张真远道来投情，梦有我命我在必不谈判公所问，我常把是身边张玉真乃是福缘难把龙女情，今晚多个小姐来，莫非眼前是梦境？都这位弟弟做事强势情，来郎君王权孤灯换真坤，公爱来来随人离，孤苦凄灵无人为，难担自己心不安，因此我
还是家逃命，光阴的灯龙虎榜，他不了小姐你终身。你虽到光阴的灯龙虎榜，我看你一定有精髓好见人，总算是你此生算功难得贵，我但用过变初心，但愿得夫妻欢愉长相聚，更比那有当今谁社会。他妻子道理风人永远美，更就那无害豪杰李成金，葡萄姻缘与无门，恰在这今晚月下又相亲，喜子自从旁离来一越剧《打金枝》改编自晋剧，并吸收了婺剧等兄弟剧种的优点整理而成。因剧种人物性格鲜明，剧情诙谐幽默，深受观众的喜爱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优秀的越剧演员张瑞红、张咏梅给您带来的《打金枝》选场。越剧《打金枝》选场闯宫。唐汾阳王郭子仪受庆，幼子郭爱因其妻升平公主自恃高贵，不去拜寿，一怒之下打了公主。公主向父皇哭诉，唐皇扬怒要斩郭爱。公主本爱其夫，反求唐皇宽恕。张瑞红饰演驸马，张咏梅饰演公主。
是了，今日驸马接待宾客，相对劳庄，不免宫门挂起红灯，也好让驸马早些进宫。侍儿们，公子，宫门挂起红灯，等驸马为公拜宴。是。为的是你，为我何来？我却问你，这世界之上何人为他？天地为他，何人为真？父母为真。你在家的事情，小人公母。出家之后呢？尊敬公婆。且有原来，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，今日是你公婆73岁，你为什么不去拜寿？啊！今日是本娘王谁代替？本府百官都大喜，真兄长呈上做得来拜寿，在我都是一生逍遥气，我隐隐这样祝福你，不去拜寿是何？气匆匆为何故？强原来为此凄凄的小事情。你道我不把公婆敬，我想你不拿不是你拜寿是我不是你，总是也把我的娘看不起。并替我不敬公婆不拜寿，从来是君拜臣如此礼。穷人民问谁有理？你家与国家便是为的气，哪一个儿媳不把公婆拜？哪一个丈夫见妻要应大礼？我谁找你为驸马，逼不得民间做义气。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，凤凰下鸟一高
的真名字，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儿媳。可那既然你是金枝玉叶的王女，为何与我配不起？事情既嫁与我，就应该先去拜人你大礼。此不道君为贵，臣为贤，我岂肯与你独家打头的？什么君臣分归天？就是那东宫太子也来拜在宋城里。他定是奉了父王的旨意，不得不去呀。父王，既然是东宫太子奉了武王之意前去拜寿，可以讲起来就是你武王嘛。父王怎么样？他虽不能前去拜寿，也得配上一方水礼。何况是我又怎么样？你乃是封阳王的儿媳，我贵的妻子。自肯，哼！你国家虽有些功劳，尽管窥测谎言，藐视我皇家，啥不是我皇家的恩泽？那与你国家父子的富贵？呸！你去到国家富贵节堂里，听我把旧事提提。到了山骑兵满荆棘，眼见得唐杀天下化灰烬，一大的江山从无情。多亏了封阳王国子女，啥不是我父子们东大西上，论争不做才上场。你无怎能做皇帝？贵你他一派黄颜是旁边，曾说君是何理？岂不是他你与分？藐视君王把我弃。你当在红灯挥宫里，在过进宫去便礼，到国王家前见到底。修长你父亲是皇帝，修长你是公子把成去。我不但要教训你，我还要当你。你当，两你也不管当，哼！你真的当我了，哈！你当死我吧！你当死我吧！
越剧《山河恋》是一出越剧的经典作品，其中宋戏译者广为流传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。今天就请您欣赏优秀的越剧演员丁小蛙、华宜清带来的宋信译折。越剧《山河恋》选场，宋信。春秋时期，梁喜公穷兵黩武，鲁曹国美女绵江为夫人，宰相黎色垂涎绵江姿色，贫家挑逗，屡被拒绝，怀恨在心，以图陷害。丁小蛙饰演申熙，华宜清饰演季帝。这个对我讲，我常与你说不清。这样说来是我错怪你了，这样说来是我烫得了你，不妨是小姐。本小姐到此与我过。
所以恩中写好书一封，他叫我送你无罪边相信。你把书信交与我替你去托于那部头听。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，不知小姐肯不肯？你把书信来交与我，我替你送于那谁心上。我不是书信，是看信，看信是了你呀，我记在心。这个看信要放心，不可失于那旁人听。趁我的看实你的心，答应了去送了手信。既然答应你反悔，请什么？哦，妹妹，哦你在讲什么呀？我在这里写给你听啊。现在我与你把心念，就是同和你见了面，你的眉毛像铁线，我无爱恋实心呀的啊也妹呀，我怀里你不知我想你，你不见我与你说话，你不回答，我你说的全是非妇言啊也妹呀，我是一介人忠心你，为知你可否将我怜？我是一件事忠心越剧情探是一出传统越剧剧目，出自明传奇《焚香记》，是上海越剧院的保留剧目之一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被搬上银幕。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情探中的一折活捉。
越剧秦探玄场活捉。落地举人王奎与名妓脚桂英相遇，结为夫妻。王奎赴京赶考，得中状元后忘恩负义。桂英接到休书后，到海神庙哭诉王奎罪状，自缢而死，化作鬼魂活捉王奎。黄慧饰演王奎，陈颖饰演脚桂英。为王并与相见，生我批完公文，立即为王不必来意思。十不久，最近离家，自相分美。上有那风流张苍，下望妩媚。西京下金楼台，有名之最。北梧桐是王子，活动于北。向王坤，实在在生父以来，四度深藏，乘风得意，与我那李子相见，与我十分恩爱。万年似水，不觉有时生去。唯想在莱阳之间，与我那桂英妻。在那铜陵月下，清真地场，长居胸怀，与君独成王子那王宗送来两位泪眼道，叫桂英得人无比送心，就在海上两内，用香炉待子夜生。下官虽在进入锦绣之中度日，总觉得身心恍惚。好呀，桂英啊桂英，你的英文不要埋怨于我，我也是不得已呀。交流上错根情，有意花影上相惜。自从休了教子女，我精神恍惚为这地。这也是王魁不得已，故为了多情教日期。2年间，他与我共成亲，3根灯火5根筋。谁知生离生死别，大半的恩爱真人重地。感情那名声高到来差多年，是的，该下官命的满身不成，去其那名声高大，与那教士多年齐全基本，也就是了。叫他与所去在那女亲。
此令下面是谁来的？好。满色贵人之事不可平息，纵然有归，我挽回的是乱子还大丈夫，也是天子的门生丞相的女婿，他之人哦，马上挽回太是情，归门真归那长远情。夫人等我引军上谕，亲自请我来了。哎呀，夫人呐，夫人，留必自己来哟。外面叫开门的是谁呀？是我呀。你是谁呀？我嘛，是我呀。是夫人么？真是！我说是夫人来了嘛！夫人稍待，给下官开门来。哎呀，这正是兵部不知风月好，开门迎得宽陪来来了。夫人请夫人，哎呀，夫人啊，夫人，你不要与我作耍了。今年64岁好，真是风大良心，先去把我的灯都吹灭了。夫人，请吹灭了也好，记得你我夫妻在莱阳的事情，不是上彩灯赏月吗？哎呀，夫人休养设想，你何日到来阳的么？夫人请滚！王郎，风林之神真是
是鬼呀！那王祖宗那样为了言道，使你得了我的书信，就得害人了那死也死了啊！啊，那是他算错了，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不认识。当真？当真？姑说，王郎，我不认识你的鬼眼哦。算是鬼影，哎呀，鬼影，我王郎，千里迢迢，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，王郎，你来的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哎呀，你做什么？啊，一来闻得郎君告终，他来呼吸呀。自个一句话，无什么稀有？还来嘛？我是接王郎送药方来了。药方？什么药方？哎呀呀呀，王郎啊！你真是一等我们一见郎，可记得你深夜苦读在明狂，天外必多疾病上，多为你郎君抬上，记得我动情大夫喜求医，记得妙法煎高汤，赐予你郎君身健康，保佑你上京服侍明的金榜，黑人要一笔离了，为妻我是牵挂一人梦想，必恐你救命再没法，我是千里迢迢来送娘一张要把狗求情，难得归恩一生，我与他患难相知在风尘，今日里我怎能为他应天心？王郎，王郎，怎为他原本是情男儿女，梨花会怎能在牛与金门？金珠落雨又家店一代传扬，岂不忍动作君秀天成？贾桂英，我兵送的再发，也发不用了。
你还是委屈吧。王郎，国英千山万水，历经艰险而来，我已经是富家可归的了。据王郎，你在父亲亲们，留我做一忙事情。交归营，报名自身。今朝昔日本地今有情，真正他孤影飘零十暖家。上前去请还情，王郎我已乱心花，我怕他走了。多谢王郎，多谢王郎，我已今生今世不忘你的看他的。唐家美妇人子，怎能听到？凤凰山却震动响，留下你回了我两相难帮。
官大将心难为人。朝阳的自保岂能变为阑珊？向着的怒啊岂能化成泡影？王啊，你就来想我，狠狠心去理解，斩断旧情，却不能在心愿留下祸根。小闺女，我心意着你，不必动风。我叫你往去落贼，你好自为之，死里门户去吧。事到事情，你反要我敲鬼印，在罗夫人好，既说你我恩断义绝，把我的别扭算菜还给我。那要算菜么？怎么也像丢弃鬼印一样丢弃了？实话告诉你，那要算菜已做了我与夫人的离婚新闻了。你说真要我不与另外一个不就死了吗？那要算谁？是我弟弟有尽我的遗忘，不想归隐啊归隐，今生死了回来，你对我来生再还你。哦，你才不信，我可代天门死。李靖还死了一个叫鬼印，难道你还想再死一个叫鬼印吗？嘿，死！你到底是啥？还是鬼呀！真是鬼影，鬼闻到此。万亏！我死穿了棍子，我以为你我天生幸福红颜，你也是最知你已经4次丧尽天良。快点！
风流灵巧招怨恨，受邀多因毁谤声。这就是《红楼梦》中的丫鬟晴雯的真实写照。今天给您带来的这则粤剧，就是贾宝玉夜祭晴雯的故事。接下来就请您欣赏优秀粤剧演员张瑞红主演的《宝玉夜祭》。粤剧《宝玉夜祭》，怡红院中晴雯去世，宝玉想起以往晴雯的点点滴滴，不禁伤心落泪。为了抚平心中的伤痛，宝玉深夜思善，以祭奠晴雯。张瑞红饰演贾宝玉，陈琼琼饰演贝明。风里灵巧遭怨恨，虽要独饮毁谤声，倒不用记新闻，记新闻，一翁公子心方文，心方文。晴雯，你听见了吗？这是你最喜欢听的声音。今日我就用它来祭奠你。你这究竟有之，定会明白我的用心。你这才天有灵，休请为把我一撮小生吧。贝明，阿姨，拿水来。阿姨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必多言。这
爱心胸，从此那银铃百里消失永难忘。永难忘，只有相对后悔，永难。千古用情字撕下来，再把大梦朝阳向阳红，说你是唐明亲手为。未来做酒君子说是风藏有种是精美，昔是真话写出错，家人临城报中亏。这天地万物尽为他，你知否无私有情中你就死吧，死呀，死呀！二爷，你就放声地哭出来吧。我呐，富有女儿，好亲吻。
是我一副船上层层山，我知你贫中有病，岳飞平安，你知我寻寻觅觅，痴痴爱爱来到这边，怎会羡慕不回北？今夜只因定门呀，年年几人来相会，我等你相守郎郎方为归。你念我千心之中，无用女儿来，无用女儿来，粤剧《红楼梦》可以说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。上个世纪60年代的粤剧电影《红楼梦》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，成为经典的戏曲电影之一。今天就请优秀的粤剧演员单养平给您带来其中黛玉焚稿一折。粤剧《红楼梦》选场，黛玉焚稿。林黛玉得知贾宝玉大婚，以为宝玉背弃二人的誓言，愤然将二人一起做的诗稿焚烧，后一病不起，愕然离世。单养平饰演林黛玉，张咏梅饰演紫娟。你就轻一点吧。
叫我自君真不愁。断崖见你推开手，随你别人身以后，镜子里只见你用银手，枕头边只叫你泪湿头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呀？真经得东楼到城，下楼到桥。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在莫愁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若精神花模样，当开你眉上舒服终你好心好意，我心知，你曾经劝过我多少次，真乃是一生平棍，一难是我强为我非也是，自落得路远山高家难归。地老天荒，人得死。姑娘你身子乃是高不成，怎么是这样的娃儿同身心？世间上总有良药可治病，更何况腹中都是痛你的人，老祖宗帮你掌上针，总是来提醒你的心。自觉
是好些才困吧？哦，那。姑娘，快去！
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不要听。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越剧《玉簪记》是一部从川剧移植过来的轻喜剧，优秀的徐派小生钱惠丽把风流倜傥的秀才潘必正演绎得飘逸完美，优秀的越剧演员陈颖将陈妙常刻画得美丽动人。接下来请您欣赏越剧《玉簪记》中的选场逼职复考。越剧《玉簪记》选场逼职复考。书生潘必正赴京应试途中投宿姑母观内读书备考，因战乱出家的道姑陈妙常见而生情，于是两情相定100年约，一支玉簪作凭证。观主法成发觉侄儿与妙常有私情，十分焦急，只得逼职复试。钱惠丽饰演潘必正，陈颖饰演陈妙常，张海玲饰演观主。金簪玉妙藏，金岁年，闹人起诉本，无心苦念。总是说啥本风流是女贞光，生命百万，也要花回顾不得故人我如情，令三儿不考取，斩断心思妙卿，师傅，是唤潘相公的大殿来见我。是。欲请潘相公。我问过某连才我是太君爱你才，莫非怕我功劳太轻的，
莫非用我房产公司哎？莫非黄鱼将是来？莫非好事生意为？哎呀，韩国人专是抚养苏锦为。哭着可心与其恰无内。这儿见过姑娘罢了，姑娘唤这儿前来，不知为了何事？可惜呀，是可惜哟！喜事哦，莫非姑娘要与这儿？那这喜从何来呀？很可将之，我儿去往灵魂赴考，上得高中，岂必也喜嘛？就要留恋于此。坏了，哎呀，坏了啊！怎么坏了？姑娘，这儿并提高于文章不高，要是勉强赴考，名落孙山，岂不为了名声枉费了路子？姑娘，这儿还是来苦再去吧。但我也苦，又要等三载哦。哎呀，姑娘，这儿休得多虑，去吧。姑娘，你再三逼着儿先去赴考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派儿当上，你是派儿当上，派儿当上，你是派儿当上。岂是姑妈他当好，我为啥儿把心操？京剧观众多倾听，望你苦功多为参考。谁知你不听教训，不用心，心当文票坐不牢。长此下去，当了清晨，误了先生，教姑妈与后面目对兄嫂。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休要生气，这儿听话修事。你到底去不去？去就去嘛。这晚差不多。姑娘，不知几日起程？这个起程。呀，姑娘，空考上早，何用这个起程？要你早去临危，用心攻读，方可应试。因此叫你这个就走。第二去，三日到哪里去啊？叫进安，收拾进京思乡我已吩咐进安，叫他准备营帐，三儿不用去了。
到云王去。到云王去做什么？哦，做什么啊？到云王去办理众家故交啊，还他们过来就是妙清。师傅，说还宗家故祭到大殿，为宽相公送迎。是。庙上正在操祭，不必惊动与他。是。妙女妙相妙空妙能妙为妙境，说到大殿送亲拜参。拜过三清铁证，王母娘娘是这位弟子。师傅，是因我十二要去领婚赴考，即刻启程。得婚弟子荣景，报与他金库告终，转相结亲，送进拜参。小生潘必正今日带来拜别于你，我的心愿我不是你也知道。娘
娘知道会保佑你的。娘娘在这里！哎呀呀呀呀！娘娘我是搬家了吼！啊，姑娘请上座，随茶儿一拜，不拜也罢。哎，有拜的，有拜的。好，拜拜。姑娘请。去吧，休了流连于此。我心里有多少话要对你讲啊！快讲，快讲吧，姑娘啊！
要拜了，不要拜了，快去拜拜众家姑姐。是，众家姑姐，请受小生一拜。外张金神，